多謝主席。其實如果係調查翻一啲已經輕生嘅個案嘅原因咧，對於家長有時都會產生一個二次傷害，或者一個較為人性化嘅方法係喺心理學家或者係精神科醫生照顧個案嗰處嘅數據整合可能會好啲。其實我想問嘅呢就係其實精神健康嘅問題好多時係相當之隱藏。咁早發現先至係嗰個王道。我就係想知道政府喺推出嘅一啲措施，包括係精神健康急救嘅推廣，又或者社區入邊係做精神健康評估嘅落實具體情況同埋時間表係點？局長，主席。就住咧頭先提到咧我哋係要好人性化去即係了解呢啲嘅個案，亦都係唔能夠好簡單簡化即係每一個呢一啲嘅學童輕生嘅個案。咁所以咧頭先林議員提到咧呢個即係尤其是咧喺即係無論係當事人或者係屋企人，可能有時候都唔係好。一來就好，可能個意識唔高；另外咧就話有時候家長亦都未必係好能夠接受。咁呢個咧，我哋係喺社會上面呢個文化咧，對於呢一個精神健康呢個文化咧，確實係要加強去推廣。所以我哋除咗話喺家長教育方面去提升家長嘅意識啦，同埋係做好呢一個即係親子啊，或者係去對於精神健康有更正面嘅認識之外咧，我哋喺嗰個嘅精神健康嘅急救培訓嗰度咧，亦都係特別加強為我哋嘅老師係專長去做呢一個精神健康呢一個培訓嘅計劃。咁我哋嚟緊即係話亦都係會係為中小學，尤其是公營中小學校嘅老師咧，係提供呢方面嘅培訓啦。咁未來我哋都會檢視嗰個培訓嘅數量，即係是否足夠。而家我哋初步都有即係喺一個學期裏邊，我哋都有10幾場。咁所以咧，我哋會再視乎咧嗰個需求。另外就住嗰個即係精神健康急救嘅推廣方面咧，我哋都係有各種嘅資源套啦，同埋呢一個嘅培訓課程俾我哋嘅家長啦、學校老師啦等等。咁未來我哋都會繼續喺呢方面加強工作。唔該。